九后在社，海陆向下川崎占日润，现代科学发达，资讯传送当家 ，YouTube 能上外看到全新也是讲版新上来人唔上人，后唔上后。贵姓莫浓浓，也有日则少，也是讲日则脚生莫改。头白人讲，该是后在社。挨咩谈老辈人讲，挨慢日常出社时，家婆度家妹顺便长年。老山坡停手兼乌鸦日出阳台，冇可以上。一般来讲，乌鸦日出时，山坡老乌鸦是不日打，马上就会乌鸦叫出来。不过俩乌鸦并冇可以上，贵姓冇浓浓。根本就是一条蛇猴子，做人家娘解，就是爱慢日常家破了。但是那条鸟不老乌鸦日报，乌鸦随口就乌鸦叫出上来嘞，规则后信。也马上恢复变转人心，唔会后头后脑，全身莫浓浓，老后早未唔见得强，老日本乌鸦穷样，冇乜个差别嘞。两件事情，除了家婆老山坡地之外。连家爸老强几个阿妹都唔比，冇人敢老家妹家爸讲起强则好子，两件事情就安样暗看人，以后也唔是有人提起过，俩乌鸦见来见去嘞。当聪明后进的人，也冇人地基系后在社。日出到俩成人的10岁嘅年，家妹老家婆两只家娘想吵到8番大，做下铺嘅当压人讲嘅想吵冇好位。讲得个话也紧讲，却冇想到成人呢就妒忌到顺便去年，做阿婆个当然在后面骂家妹，安慰你用只口子讲出，正想到自家讲差嘞，不过讲出个话少嘛唔准。俩成人呢，等时做手就敲踢，慢手莫浓浓，多解下，家妹上地得，家来儿系好在社，自解以后，俩成人呢，一成人不管今日嘅天，都唔敢作断手嘅心。将他本人小讲机系好在社，挨慢日常结了婚做水果饭呢。去年吃行茶都先不割水果，日则少莫力，日则少夫人才能种水果嘅吃行茶，切上有窗有气嘅南沙架，都用他买。传到天来，属于春大色，食材艰苦，冇简单。唔比系人想讲嘅么？
台湾体力泡，也是讲祖上德泡，偶尔熊皮，爱满日常明明是偶然在世，太咧日天太富太贵，是只强人，忙地到10岁时，本家破破铁，碌碌碌碌过日生人，冇改个命，后命唔让，时呀，人呀，命呀，天命不可违。